常年期第28主日，讀經一，恭讀列王紀下。那時候，納亞曼便下去，按照天主的人的話，在約旦河裏浸了7次，他的肌肉就復原了，如同嬰兒的肌肉一樣，完全潔淨了。納亞曼於是同他的全體隨員，再回到天主的人那裏，站在天主的人面前說：現在我確實知道，全世界只在以色列有天主。現在，請你收下你僕人的禮物吧。厄里叟回答說：我指着我所服侍的永生上主起誓，我決不接受。納亞曼再三催促他接受，厄里叟卻堅決拒絕。納亞曼於是說：你既不接受，至少請你讓你的僕人將2隻驢子所能負荷的泥土運回家，因為你的僕人從此不再給別的神，只給上主奉獻全燔祭和犧牲。上主的話。答唱詠，答句：上主已將他的救恩顯示給萬民，請眾向上主高唱新歌，因為他行了奇事，他的右手和他的聖臂為他獲得了勝利。上主已將他的救恩顯示給萬民，上主已經宣布了自己的救恩，將自己的正義啟示給萬民。他記起了自己的良善和信實，即向以色列家族廣施的寬仁。上主已將他的救恩顯示給萬民，全球看見了我們天主的救恩。普世大地，請向上主歌舞，請踴躍，請歡樂，請彈琴演奏。上主已將他的救恩顯示給萬民。讀經二，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弟茂德後書。親愛的，你務要記住，根據我所傳的福音，達味的後裔耶穌基督從死者中復活了。為了這福音，我受苦，以致帶上鎖鏈，如同空犯一樣。但是天主的道決束縛不住。為此，我為蒙選的人忍受一切，為使他們也獲得那在基督耶穌內的救恩及永遠的光榮。這話是確實的。如果我們與他同死，也必與他同生；如果我們堅忍到底，也必與他一同為王。如果我們否認他，他也必要否認我們；如果我們不忠信，他仍然是信實的，因為他不能否認自己。上主的話。福音，恭讀聖路加福音。耶穌往耶路撒冷去的時候，經過撒瑪黎雅及加里肋亞中間，走進一個村莊，有10個麻風病人迎面而來，遠遠地站着。他們大聲喊說：師傅，耶穌，可憐我們吧！耶穌定睛一看，向他們說：你們去，叫司祭們檢驗你們吧。他們去的時候，便潔淨了。其中一個看見自己痊癒了，就回來，大聲光榮天主，並且跪伏在耶穌腳前，感謝他。那人是一個撒瑪黎雅人。耶穌便說：潔淨了的不是10個人嗎？那9個人在哪裏呢？除了這個外邦人，就沒有別人回來歸光榮於天主嗎？耶穌於是給那人說：起來，去吧，你的信德救了你。上主的話。